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errace， 年銷售過億的香港女老闆。唔知你會唔會覺得成功嘅人能量特別高？我觀察咗我身邊成功嘅前輩啦，同埋我啲人生嘅經驗，都發覺高能量嘅人都有一個特質，就係快速回血技能。第一步就係躺平，喺你感受到身心疲倦嘅時候，能量低嘅時候呢，我哋就要停落嚟，俾自己休息下，瞓下覺或者去散下步，要接受自己低能量呢個事情，養好佢。喺呢個時候，千祈唔好做大事，因為往往都好容易做錯決定。第二樣嘢就係戒斷，戒咗睇八卦新聞，抌咗房間好耐冇用嘅嘢，遠離一啲你唔想見嘅人，咁就可以令到你嘅氣場乾淨啲。第三步就係循序漸進，將自己嘅注意力放喺自己嘅衣食住行，試下聽下啲輕音樂，去下啲大自然嘅地方度散下步，做下冥想，睇下書，呢啲都會發覺對生活嘅質素感受多咗，我哋嘅心情就會慢慢地變得好咗，能量就會慢慢恢復。第四樣嘢就係顯化，每日你個腦就要堅持諗你嘅目標，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得到啲乜嘢，咁你嘅潛意識就會話俾你聽要做啲咩行動，咁你就會擁有啲乜嘢噶啦。喺低能量嘅時候，千祈唔好俾自己墮落，快速恢復能量，好好生活，好好揾錢。